续来看，新竹市长高虹安洪指控，伫立委的任内涉嫌诈领助理费。昨台北地方法院开庭，3个被告的助理拢认罪了，这恐惊会影响到主张无罪高虹安。来听高虹安安怎回应这个问题。助理费案要不要再讲一下，市长？助理费案。高虹安并无回答记者的问题，完成活动了后，就快速坐起伫车顶离开了。高虹安奉用贪污罪起诉这个部分，伊是主张家己无罪，但是法界认为，即摆3个助理拢认罪了，恐惊对于后续案情的发展是真不利。过来，这个10月初2甲10月11号，拢会搁继续来开庭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